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11號。這一期咱們聊個話題，叫中國人為什麼這麼累？我想這個話題每個人都有發言權，每個人都感同身受，每個人好像活得都不輕鬆。但是具體到我們中國人為什麼這麼累，那也有其他的原因。今天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它標題叫中國人為什麼這麼累？當廉價的勤奮撞上永動機般的時代。我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這篇文章。首先他說，又累又不值錢的現代人。他說，在如今的社會中，一個吊詭的現象正在無數人身上上演。人們一邊活得越來越累，一邊在職場中反而變得越来越不值錢。過去加班往往意味着額外的豐厚的報酬與階層躍升的可能，而現在加班僅僅是為了在波濤洶湧的裁員潮中勉強保住自己的椅子。這種身心俱疲、疲憊不堪的狀態早已不是個別人的牢騷，而是成了時代洪流下群體性的生存寫照。有學者曾經用屁滾尿流4個字來戲謔地形容一家人或工作或學習的緊繃狀態。除了寵物狗，似乎所有人都在精疲力竭地奔跑。這種深入骨髓的累感究竟從何而來？如果我們撕開社會表象的脈絡，會發現這不僅是宏觀經濟結構中的製造業容納器溢出與實體崇拜下的苦果，更是人類管理制度從身體規訓到時空支配，再到最終通過人工智能實現心智接管的必然結局。當國民經濟的重資產邏輯與科技加速的齒輪咬合在一起時，個體的勤奮被無限稀釋，休息則成了一種昂貴而充滿負罪感的奢侈品。人為什麼會越來越累？我們好像莫名其妙的被加速，也不知道為什麼。那麼文章說，從經濟根源上說實體崇拜與高附加值第三產業的缺失。簡單點說，就是我們現在主要還是低附加值的，是一種叫製造業崇拜，叫實體崇拜。要理解中国人为什麼這麼累，首先必須審視我們賴以生存的財富和就業容器。過去40年裡，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增長奇蹟，而這一經驗幾乎完全建立在製造業和房地產的狂飆突進之上。這種巨大的路徑依賴，讓許多人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偏差，似乎只有能形成實物、能換取外匯的行業才叫創造價值，才是吸納就業的唯一正解。然而，說一個嚴峻的現實是，製造業作為就業容器已經完全溢出了。在國際價值鏈中缺乏定價權的製造業過得極其苦哈哈。也就是如果僅僅是製造業，那已經到了這個叫產業鏈的低端了。比如說中國手機龍頭企業辛苦勞作1年的利潤，這個大家都知道，我們所有的手機企業1年加到一起利潤是40億美元，小米、OPPO、華為國產手機全部加到一起，而手機企業的員工中位數工資只有1-2萬人民幣，就1萬多塊錢，不到2萬。對比之下，說國際足聯僅憑短短40多天的世界杯賽事就能賺取同樣40億美元的淨利潤，也就是我們所有的手機企業跟着猛幹，生產了全球大概1半以上的手機，賣到非洲，賣到南美洲，賣向全球。但是你苦哈哈的弄1年，頂不上人家国際足聯這40天的收入。而員工就是國際足聯員工的平均薪資更是高達24萬美元，那大概就160萬人民幣。美国歌手泰勒·斯威夫特仅憑一次巡回演出就能在全球捲走28億美元，並能拿出近2億美元作為獎金，大方分給幕後人員。連運設備的卡車司機都能拿到10萬美元的支票，那就是60-70萬了。就是一個司機，這一次演唱會他能拿到10萬的獎金。我們年復一年的讓國內最聰明的大腦去死磕成本，研究如何把一根鋼管、一雙鞋的成本再降1分錢，卻少有人去研究如何把服務產業的溢價提升1塊錢。當技術迭代無法提供足夠的利潤空間時，企業降下的成本往往只能從員工應得收入裡
去硬生生的摳出來。当所有公司都陷入这種低水平的成本死磕中时，群体性的疲惫与无價值感注定無法避免。也就是我們不停的壓成本、降成本、提高競爭力，降成本最終是降到了員工工資上面。員工工資越低，那成本就越低。那這種降成本必然導致群體性的疲憊與無價值感。更具顛覆性的是，隨着自動化的不斷提高，製造業規模的擴張，對就業的吸納能力正在迅速減弱，甚至呈現出負相關現象。企業越現代化，越追求高精尖，所需的員工反而越發精簡。2019年，富士康在深圳龍華工廠部署了第一台完全自動化的熄燈生產線，整條生產線無需人工照明，就是黑燈工廠。現在很多外國人非常驚嘆，是吧？津津樂道的咱們的黑燈工廠，由機器人、機械臂和人工智能系統自主完成全流程操作，就不需要有燈光的，晚上它就關着燈，照樣機器轰鸣在生產。改造前，這條產線需要318名工人3班倒，改造後僅保留38名技術人員，人員精簡了近90%，而生產效率提升了30%。高精尖技術固然能帶來國家競爭力和企業的利潤，但它根本無法提供能夠容納龐大中產階級的崗位數量，這使得每年1000多萬新增高校畢業生面臨一個殘酷的2元難題：要麼放任市場出清，容忍失業率顯著上升，以此維持既有崗位的工資水平不下跌；要麼人為強行保就業，但這會導致勞動力價格陷入惡性拉低、瘋狂競價的泥潭，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內捲。工廠自動化程度拔高了，理工科畢業生和白領們反而正在民工化。許多人雖然坐在寫字樓裡被冠以白領之名，但在極度飽和的勞動力市場中，其實質待遇和議價能力與流水線民工別無二致。我們缺乏的不是基礎的制造業工廠，而是大量能給高學歷人才提供體面收入的中產崗位。這就是我們節目裡面經常說的優質崗位、高薪崗位。我們辛辛苦苦讀了10幾年書，大學畢業出來不是去流水線擰螺絲，不是去廣東蹬縫紉機，是吧？生產鞋子衣服，都想坐在辦公室有空調吹，做 PPT， 或者是在那兒动动嘴，月薪2萬，這是大家夢寐以求的職業。但是你搞了一大堆這種流水線，雖然5、6千一個月，但是總之不是大家要讀這麼多年書所期望的一個工作。所以我們一直說叫優質工作、高薪工作、白領工作。為什麼同級別同規模的第三產業就是服務業往往能撐起幾倍於製造業的就業數量，同時還能保持更高的中位數薪資？這背後的底層邏輯在於資產模式的根本不同。製造業屬於重資產模式，它的核心支出和重資產是原材料、設備折舊、供應鏈與規模，而不是人。這意味着即便消費者購買了這一產品，收入的大頭也會流向核心成本開支。員工對薪資的議價能力極弱，財富很難通過工資的形式回流到人的手中。相比之下，服務業則是輕資產模式，一台電腦、一把椅子就能開張，唯一的重資產就是人，人走了，公司立馬就空了。因此，企業有極強的動力把營收分配給員工，從而確保留住人才，保住核心資產。這一點在移動互聯網行業尤為明顯，全球都一樣。在互聯網行業以前人就是資產，這個互聯網行業資產非常輕，你頂多買點服務器，買點電腦，沒別的東西，辦公樓是租的，所以它人是主要資產。連互聯網企業去貸款都貸不到，因為它沒資產抵押，它沒法貸款，所以互聯網企業很少貸款，人就是資產。但是現在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不好的趨勢？過去互聯網企業員工多，完了之後發的工資也挺高的。剛才這個文章說的道理，移動互聯網都是這樣。但是現在一個非常不好的現象是什麼？移動互联網企業，也就是現在所謂的這些大廠，資產越來越重，他們要拿巨重金去搞什麼算力，搞這種 GPU 內存等等，投入都是少則幾千億是吧？多則上萬億的。你看美國要投上萬億美元，那每個公司都要投
有了1000億，有了2000億美金。国内的企業，比如腾讯、阿里，大量的資本，比如那個頭條，它要投到算力、人工智能，那形成一個重資產。本來這都是輕資產的企業，現在變成重資產。剛才我們跟着文章說的，一旦形成重資產，那它必然人的重要性就低了。資產重要的不是人了，而是誰能買到這個高精尖的 GPU， 誰能買到更好的 CPU， 這個叫什麼內存等等，誰能有更好的機房、更好的算力，那這都是拿錢去砸的，不是人。我不知道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吗？所以说這就是一個非常不好的現象。這就是說未來人工智能 AI 它發展的越厲害，人越不重要，沒有什麼高薪工作，這對人都在形成一個擠壓。當阿里、當字節、當美團、華為這些把越來越多的錢砸向人工智能的時候，是不是資產越來越重，人就不重要了？在中國，由於長期存在產業和金融市場重資本輕人的傾向，極易產生資產價格泡沫和產能過剩。製造業的價值在於提高單位勞動的產出，而服務業的價值則在提高單位勞動的定價權。如果一個地方的餐廳服務員能輕鬆拿到8000元一個月，那麼當地的血汗工廠就會因為招不到人而失去生存土壤，要麼關門，要麼被迫提高薪資。也就是說，製造業決定了打工人待遇的上限，是經濟發展的動能，而高附加值的服務業通過對人的直接定價，決定了打工人待遇的下限，是個體勞動者最後的退路和兜底保障。那第三個原因就是文化，我們的文化認知，我們小農經濟的底色與實體崇拜的枷鎖。既然服務業在吸納就業和提升薪資上如此重要，為什麼我們的服務業遲遲無法完成整體的高附加值升級？這根源於我們延續數千年的文化認知偏差。實際上我們叫重農抑商，我們再往前說就是這麼個4個字，但是一直傳承下來，根深蒂固，到即使我們改革開放40年了，重農抑商它已經變異了，異化成什麼？當然不是簡簡單單的說重視農業，不是這樣了，變成重視生產製造業，抑制其他的服務業。你比如說一個戲子也配拿這麼多錢，這種網絡上隨處可見的批判，實際上是幾千年小農經濟底色在現代社會的投射。在古代中國，士農工商的主流敘事長期將第三產業排除在外，在傳統視角下，不直接產出糧食、布匹等食物的行業被貶低為不是生產的下九流，律師被蔑稱為訟棍呢，會計被喚作賬房小厮，皆屬不可參加科舉的賤籍。時至今日，這種思維慣性依然強大，很多人本能地將非物質產出職業看作是投機倒把或誤國，叫空心化、泡沫化。金融是投機，影視是戲子誤國，電競是精神鴉片，體育是四肢發達。這種極度的生產焦慮源於小農經濟的天然的脆弱性。在土地產出有限的古代，每多一個人唱戲，就少一個人種地，收成就少一分，就有餓死人的風險。因為土地產出的效率不高，這就必須人人都得勞動，產出糧食才夠吃，也就是勞動人越多才越有保障。相反，勞動人越少，食物就沒有保障。因此，傳統社會必須強行壓制一切非物質產出行業，對勞動力的非實體浪費深惡痛絕。你說一個四肢健全的人跑到那去說相聲，那在過去呢就是不入流，被人嘲笑痛斥。那現在說相聲的那牛了，大發了，這叫略有改善。然而，自從工業革命和電氣化革命以來，人類社會早已從商品供不應求的徹底轉向了全方面的供應過剩。在密集的流水線面前，純粹的勞動力變得越來越過剩和廉價，從而產生了結構性失業。戰後西方國家逐漸意識到，要想吸收被自動化擠出的過剩勞動力，就必須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工業製成品、手機、汽車、家電雖然單價高，但作為耐用品，複購率極低，而以影視娛樂、知識服務、文化創意為主的第三產業
不僅擁有穩定且高頻的復購需求，而且由於以人力和腦力服務為主，極難被機械自動化完全取代，能夠長期穩定地維持對海量就業的吸納。迪士尼與特斯拉的年營收都在950億美元左右，但迪士尼吸納的全職員工數量是特斯拉的2倍以上。迪士尼單靠授權漫威等形象，每年就能斬獲超10億美元的直接收入，超過了3一重工賣挖掘機或福耀賣全球汽車玻璃的利潤，就輕鬆超過他們。4年一屆的歐洲杯，每年直接收入折合人民幣達50億元。它作為一個龐大的中產孵化器，背後演化出了數以萬計的媒體、康復理療、法務、營銷和美術崗位。同樣，全球審計諮詢巨頭德勤擁有46萬全職高學歷員工，年營收超過670億美元。而同樣營收規模，電腦製造巨頭卻只能養活大約8萬人。建國初期，我們選擇製造業優先、工業化優先行的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高附加值的第三產業必須依托工業化創造的第一批中產群體，而且工業化升級路徑清晰，學校可以像流水線一樣批量培養理工科學生，迅速複製技術並轉化為企業利潤。但第三產業就是這種泛文科類的完全不同，建築、廣告、攝影、金融、法務等行業沒有絕對的定律和標準答案，你可以照着別人的稿子再讀一遍，拿着一樣的劇本再演一遍，但你很難複製其成功。這就是同樣念新聞、念報紙，但人跟人念是不一樣的。我們念的是同一篇報紙、同一篇文章，我們看的是同一個《三國演義》，是吧？《水滸》，那是每個人看的這個效果是不一樣。在製造業中，打碎技術門檻是搶佔市場的號角，但在服務業中，沒有門檻恰恰成了最大的門檻。它教育難度大，成才速度慢，需要極其漫長的沉澱。我想起来前年互聯網上那個爭論，還要不要文科生？很多學校把文科的砍掉，社会上有一股声音，说文科生误國，文科生也不是啥，也不思生產，是吧？就网上有一種聲音，你看看，已經21世紀到今天了，還有這種想法，那就是農的這種3000年的這種小農經濟留下的這種陰影，潛伏在他體內基因裡面。雖然我不是學文科的，都到了今天了，還對文科生喊打喊殺。然而，在過去的教育與社會導向中，由於長期推崇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是我上初中的時候一句口頭禪啊。普通高中的文理科班比例甚至能達到誇張的1:10，院校每年向社會海量傾銷理工科學生，導致制造業的中高收入崗位供不應求。在人力極度過剩的情況下，制造業甚至失去了用昂貴機器替換廉價工人的動力。這種對實體的偏執導致了人才單向流動，最聰明的大腦全部擠在理工科和制造業賽道裡內卷，而廣闊的服務業領域則充斥着低水平的同質化競爭。我們在大街小巷隨處可見夫妻餐館、快遞站、理髮店，但我們缺乏能賦予勞動者定價權的高附加值服務體系。一串天珠從雲南賣到東北，每個古鎮步行街鋪子都在賣，其內核依然是你賣4塊，我賣3塊9，制造業降價博銷量的邏輯。甚至日韓的偶像娛樂產業本質上也是試圖通過流水線工廠模式去無限壓縮人本身的差異化。但整個社會習慣用成本才幾塊錢這種極具工業化烙印的話語來否定實體之外的一切創意與服務價值時，我們實際上正在親手閹割高附加值服務業的深層土壤。確實是這樣，現在我們大部分人沒有這個意識啊，沒有這種尊重文化創意這種就潛在的意識。還有很多人盜版抄別人的，不僅是抄的無所謂，還有這種搬運，你辛辛苦苦做個視頻，有人就去搬運，搬運完了之後，他搬運的由於我們這個奇葩的土壤，搬運的比你原創的要方便。原創你自己在某些平台你發不出去，但是搬運的可以发。這就是我遇到的，在某音平台上有個叫網國散人的，
專門搬運我的這個作品。搬運完了之後，看了他的那個盜版的，好多人還跑來問我是不是亡國散人，這種傻逼，你看什麼節目呢？你有必要看嗎？對吧？你三觀不同，看了也沒用。那我們都看一樣的報紙，看一樣的課本，你為啥很多人你看的效果就不一樣呢？因為你腦子從你根上就歪了，你根上已經歪了，你看什麼都沒用。很多人還在那兒鼓勵搬運，認為搬運什麼真理，這玩意兒不是真理，這玩意兒都是辛辛苦苦的汗水，是我坐在這兒絞盡腦汁在這兒壓榨自己，但是有人把它一搬運，輕輕鬆鬆拿這個賺錢，你還在鼓勵他，你那個叫助紂為虐，為虎作倀。你为你现在遭的苦，你应该是你自己有一份原因。如果你对现在这个社会当下感觉好像不是很满意，那你想一下，扪心自問，你做了些什麼？你一味的指責物業，物業當然有問題。你指責物業，你有沒有看過自己你在做什麼？所以當地溝油橫行、垃圾食品，當這些食品安全都是問題的時候，你不要抱怨，因為你就是其中犯罪分子之一。你無形中你就在助長這種風氣，所以你垃圾食品吃了那些什麼不健康的食品，這是咎由自取。我們每個人要從身邊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抵制這種盜版，痛斥這些盜版的人、搬運的人，對吧？還有一些盜版的跑來，你盜版別人的作品，你要說一聲，你說我這是看了什麼，我也有感而發，這個沒問題，我談我的想法，談我的感想。但是他不是，他就偷偷摸摸偷你的作品，偷完之後，他的那些粉絲反正都是傻叉、缺心眼的，看完之後跑過來問你，傻問你是什麼黃嗎？就這種傻缺。就這種人在那兒什麼講什麼三觀價值觀，你不是讓人笑話嗎？所以說偽君子還不如真小人，這個我個人有感而發。說要想讓這個身邊變得更好一點，我們要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我們能做什麼，不能抱怨老指着別人做，我們從身邊做起，比如抵制這種搬運，尤其是人反對你搬運，發了私信讓他不要搬了，他還照樣搬。就這種光明正大的搶劫，這都不是偷了，這是搶劫。那他說他在宣揚什麼價值觀？這些人跑去看完了說講的真有道理，一個傻逼玩意兒，有道理有用嗎？你道理聽了還少了嗎？你主要是缺乏實踐。如果有看了我這節目的，給亡國散人帶句話，他叫什麼？報應不爽，有一天這個會找到他，到時候就不要再怪別人手狠，勿謂言誤，對吧？這個不要埋怨沒提醒。我在這裡鄭重提醒一下，一個叫亡國散人的，他在抖音上專門盜運我的視頻，他搬運已經到什麼程度？搬運到他的粉絲全部認為我就是他，他就是我，到這種程度，嚴重影響我。當然了，油管也有人搬運，有一夫妻倆不要臉到家了，不是不報，這個只是時候未到，遲早會有報應。我們再看，它是時代加速，從身體規訓、時空支配到心智接管。文章說，除了宏觀經濟與文化認知的結構性制約，現代人感到屁滾尿流的另一個技術面原因，在於管理制度在科技加持下對個體自由的全面侵蝕與加速。這種疲憊感是循着歷史的脈絡一步步深化。文章說，隨着人工智能環境的爆發，工作形式已經開始對人類的心智進行全面的滲透與接管。他說 AI 可以撰寫文案、生成圖片。我最近就用 AI 在生成圖片，我發現越來越熟練。這個確實，因為我們要適應潮流。我看有網友經常說，不要用 AI 生成圖片，那你這個就要被時代淘汰。我們知道未來就是 AI， 那我們現在就要提前適應。用 AI 生成圖片不好，那是一個是 AI 還沒發展到頂峰，第二個是你還不會用的不好。所以越是這樣，你越要去努力學習，提高自己，而不是停在原地。所以說，所有建議我不要用 AI 生成圖片的，實際上你是某種程度上叫你已經被定在原地了，這個是不好的。要學會與時俱進，讓自己保持一個年輕態，就是世界上社會上新事物我都感興趣，尤其是這種新的潮流，一定要抓住它。過去需要一個團隊忙活幾天的工作，現在一個人配合 AI 幾個小時就能搞定。
現在或許剛用的時候你還沒達到那麼熟練程度，跟 AI 配合的也不好，但是随着时间进一步深入，你的效率会越来越高，做的会越来越好。但是他说这个效率看似提升了，但个体的体验却陷入了更深的困境。你開始被迫與一個永不疲倦、不需睡覺、從不抱怨、永遠以高速度在運轉的合作者共同推進任務。對，你拿人跟相當於人跟機器拼 ，AI 的持續運轉徹底重塑了職場的時間結構。過去工作的節奏有忙有閒，具有一種呼吸感，完成一個大項目後總能歇一口氣。但現在 AI 不間斷的瘋狂產出，持續呈現新的任務狀態，持續要求人的關注、審核與介入。你剛跟上它的節奏，處理完上一堆工作，它已經做好了下一堆工作的準備。這種心智層面的牽制與支配，比身體的勞累和身體的匱乏更為隱蔽和深層。肉體累了，睡一覺可以恢復；手機響了，可以關機暫停擺脫。當你明知那個永動機般的 AI 在持續推進任務時，你的大腦始終處在一種被懸置、被拉扯的焦慮狀態。文章說，陷入死循環。什麼叫死循環？就是為什麼勤奮越來越廉價，休息越來越昂貴。當宏觀的製造業過剩、實體崇拜與微觀的技術加速、心智接管融為一體時，便在現代人的生活中構成了一個無法擺脫的惡性死循環。在一個以製造業為主導、以重資產為成本核心且缺乏高附加值服務業兜底的經濟結構裡，人從來就不是價值的中心。機器、廠房、供應鏈一旦在重資本的驅動下鋪開，人的邊際價值就會被迅速壓縮。這個就是我剛才說了半天了，當這個機房、當算力成為主流，重資本我們本來引以為傲的移動互聯網的這些白領，他們的價值就遭到極大的壓縮。實際上再過20年，這些人淪為就跟現在的流水線上的工人是一樣的。大家一定要有這個意識，未來大廠的白領他實際上就已經退化成現在流水線上的那些擰螺絲的，是一個邏輯啊。因為你為什麼擰螺絲的不值錢？就因為那機器更值錢，流水線值錢，是重資產。在海量傾銷的勞動力市場中，個體的替代成本極低，直到演變成管理層口中那句冷酷的你不幹，有的是人幹，愛幹不幹。現在就是這種，以後未來恐怕只有極個別的少數的那種天才或者什麼的，他可能在後面操控這些人工智能 AI 這個代碼或者底層去演進。剩下的我們所謂的白領，實際上你跟比如2050年的時候，你跟我們現在的這個流水線上的擰螺絲打螺絲的人是一樣的。在這種環境下，勤奮不再是一種能夠提升自我價值的稀缺能力，而是成為了需要無限追加的競價籌碼，僅僅用來避免自己被淘汰出局。你越努力加班，其實只是在和更多同樣努力的人一起，把原本由於缺乏溢價就不多的行業剩餘收益攤得更薄更廉價。因為製造業的崗位嚴重供不應求，而高溢價的第三產業卻完全不足以承接溢出的人口，導致社會缺乏有效的退路和薪資錨點。在這種結構下，休息、放空、空窗期往往意味着徹底退出競爭。任何中斷勞動的行為都會在短時間內遭到系統的迅速懲罰。世界上也許有缺了某個醫生就搞不定的手術，有缺了某個編劇就搞熱不起來的電影，也有缺了某個律師就拿不下的官司，但從來沒有缺了某一個特定的人就無法運轉的設備和機器。正是因為我們在製造業過剩的邏輯下無法掌握自我定價的空間，一旦離開現有崗位，就極其恐懼被時代徹底拋棄。由於服務業無法拖住下線，所有的人只能被迫捲入無限向下的惡性競價。擺脫集體性疲憊的認知根源，在於打破對實體的過度偏執，從小農經濟邏輯與工業時代的計件思維中徹底走出來，給那些看不見產出的以應有的尊嚴、空間和高定價。最後文章說，機智反思二次分配消耗與財富的歸宿，這個講的主要是跟體制有關係。二次分配創造的財富怎麼分配，怎麼使用，有沒有浪費，講的。而如果我們進一步跳出純粹的產業模型和技術工具論，將目光投向更深層次的財富留存與分配機制，
往往能發現引發這種集體性疲憊的深層根源。很多時候，宏觀機制的運轉方式決定了底層個體拼盡全力創造的財富，最終能有多少轉變為他們自身的福利與底氣。以我們的鄰居印度為例，這裡要說印度了，每天都要聊一下印度，沒辦法，這個印度受累，印度經常打噴嚏啊。作為近年來備受關注的新興經濟體，印度的勞動者同樣面臨着極高的工作強度和深重的生存壓力。許多國際社會學學者在剖析印度式疲憊時指出，問題的核心不僅在於其初次分配中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失衡。剛才我們說了那一大堆，什麼服務業人的價值更高啊，制造業人越壓越低等等，就这個，那這個叫初次分配。那你社會還二次分配，像美西方那種福利制度，就這個意思。那二次分配也有問題。比如說印度，在於其社會財富的二次流向與調配機制一樣也失衡。在制度經濟學看來，某些發展中經濟體的運行方式就像是一輛設計上存在先天性缺陷的老舊汽車。虽然發動機在勞動者的拼命壓榨下開足了馬力，轟鳴作響，展現出了驚人的總量擴張，但由於整車結構缺乏精細維護與現代的監督，導致其內部的油耗和浪費大得驚人。在這類模式中，底層民眾日以繼夜辛勤工作，創造了海量社會財富，再通過複雜的財政渠道和集體分配網絡進行回收再派發時，往往面臨着嚴重的跑冒滴漏與結構性損耗。一方面，由於缺乏透明、高效且具備實質約束力的第三方監督機制，指的是印度大量的集體財產、公共資源和發展紅利，在層層下撥與投資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被嚴重尋租、腐敗行為所蠶食，或者在缺乏科學論證的情況下，被盲目投入了各類缺乏實際經濟效益的形象工程和盲目擴張的亂投資項目中，和一些宏偉工程中，甚至在國際博弈與外部援助中被大筆揮霍。這些非生產性的巨大消耗，如同一口看不見的深井，無情吞噬着打工人用汗水換來的經濟成果。另一方面，這種機制天然傾向於國家與集體拿大頭，普通老百姓分小頭。在這種集體財富向集體性集中，而非向民生福利傾斜的分配邏輯下，社會保障體系、公共醫療、基礎教育和勞動者托底的福利能夠分到的實質蛋糕被嚴重壓縮。由於公共產品供給的相對匱乏，勞動者即便通過高強度的加班獲得了一定的收入，也必須立刻將其存入銀行，這叫防禦性儲蓄，以應對買房、醫療、子女教育難以轉化為真正的提高生活品質的消費。但創造財富的規模雖然龐大，但經過貪腐損耗、亂投資決策以及海外高調支出等渠道的重重過濾後，最終回饋到印度普通家庭肉眼可見的分子便所剩无幾。缺乏有效監督的集體財富管理，使得全社會陷入一種總量在狂飆、個體在挨餓的奇特倒掛之中。在這種大背景下，個體的勤奮失去了資本原始積累的福利效益。福利就是利滾利、利打利，人們不得不被迫通過无限延長工作時間、自我压低生活標準來對沖宏觀損耗帶來的不確定性。這種體制性的財富傳導梗阻，或許才是現代人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擺脫的越幹越累、越活越窮的死循環的最核心原因。當然了，這最後一段主要說的是印度啊，在穆迪的領導下，印度這幾年經濟也是突飛猛進。當然，那個突飛猛進都是它的總量，它國家顯得 GDP 漲得很快，總量不錯。但是具體到印度老百姓，那是失業、焦慮、找不到工作，這個按揭貸款還不上。這就是這篇文章主要講中國人為什麼這麼累，講到後面變成印度人也很累。這個拋磚引玉，希望對大家能有所幫助。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